歌，然后再接到第二段主歌的地方，然后再接副歌，对，第一首就练这样子。对，好，那我们就开始练第一首《行神迹的神》。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从此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那我们第二首《愿你国度降临》，我们念副歌接 bridge 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那我们就从副歌开始。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灵彰显在这地，实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是你天国子民，哇，抱歉。Elvis Bridge。抱歉，那我好，那没关系，那我们再重。好，那我们再重新一次这部分好了。对，继续。好，那我们就重副歌。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生灵彰显在这地，实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是你，我们是你拣选子民，带着天国使命，靠着圣灵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降临在这。好，那我们念到这边。那第三首在至高之处，我们就练副歌一遍，然后最后渐慢，这样子结束。好，那我们就从副歌开始，在至高之处，对，副歌。好。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使用我们来
来带领今天的敬拜。主要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会众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你的灵大大的充满在这地，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用心灵诚实来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托给你，孩子，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回应诗，敬拜耶稣。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泛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耶稣，因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锁链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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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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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地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接下来我们来练习新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
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那我们练习就到这边，我们来预备心，来进行接下来的敬拜。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跟心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姐妹平安，平安。耶和华的名大而可畏，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阿们。阿门。现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让我们来宣告我们的神是行神迹的神。让我们用我们的拍手和高声来颂赞我们的神。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瞎眼看见疾病都医治，在你没有不可能的事。你是行神迹的神，绝望中赐下盼望，在你没有转动的婴儿，每个应许都是在阿门。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所以我要相信，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再一次我们来欢呼。所以我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耶利哥的城墙一片片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将最大的掌声、将这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阿门。主啊，你的国度是何等的荣美，是何等的充满权柄以及荣耀。
主啊，让我们一同来高举你的名，愿你的圣灵大大的来彰显，愿你的国度降临在我们当中。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实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在神的国度里有权柄和能力，不凭血气，不凭实力，单单依靠主圣灵。在神的国度里，属神的子民不分语言，在你面前将荣耀归于你。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我们是你拣选子民，带着天国使命，靠着圣灵宣扬基督的能力。我们是你天国子民，愿你带来复兴，再次苏醒，看见你国度降临。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再一起来高举，愿你国度降临在这地，同心高举主耶稣的生命。愿你圣灵彰显在这地，施行神迹医治能力，我们伫立在你的同在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一同举起我们的手来敬拜，向神献上最大的感谢与赞美。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手敬拜。天使天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在至高之处，我献上感恩。在至高之处，我举上敬拜。天使天军同声赞美耶稣，最大的荣耀都归于你。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配得最大的荣耀。哈利路亚，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让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你是行神迹的神，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会友的生命中，不断的施行奇事，使我们经历你真实的同在。感谢你的带领与预备，让新任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带领会众在真理中持续的来被建造，同心合意的来为你侍奉。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中间，如同行在天上。愿每项事工都在你的带领下顺利的展开，成为荣耀你的见证。求你保守每位弟兄姐妹，无论在家庭、工作、学业、健康或者是人际当中，都蒙你的恩典、平安与保护，使我们的心每天都更加的来亲近你，一生来高举你的名。奉主耶稣的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再一次将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这时候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以弗所书4章22到24节。22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志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以上，今天我们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所以这是非常难得的日子。那我们能够有机会可以得到民权教会，也是我们台北宗会民权教会许瑞正牧师，他能够特别当信差，也就是当差使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报告台湾神学院的事工。那也渴望得到各位弟兄姐妹们的认同跟支持。好，那以下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许牧师。许牧师今天要为我们证道的主题是心智更新，心智更新。谢谢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好，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这一季开始，我们在6年前开始了华语礼拜，但是呢，我们这一季开始，我们暂停了华语礼拜，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少。我们在想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但是有1季的时间要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我必须要很高兴能够表达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谢谢今天的主领带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极大的感动。好，真的，我们的上帝是一位做新事的上帝。那我来自今天是代表台湾神学院来请安哈。那今天没有影片，但是我想要跟大家讲是我在台神受到很好的造就。我在台神受到很好的造就。我44岁的时候才去念神学院。好，那在去念神学院之前呢？我做过很多的事情。我是东吴日文研究所毕业的，我的专业是日文老师，但是我的第一份职业，真正的职业是开花店。所以今天教会的花是我插的，也不是我要插，是跟姐妹轮流。然后呢，开了5、6年之后呢，我去开了个安亲班，然后呢，走投无路了，去开了火锅店，然后呢，经营不善呢，又收起来。好，所以其实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为什么去念神学院？因为那个时候现在树林教会的黄旭正牧师，他离开我的母会，就是我是戏子教会出身的，然后他到树林教会去之后，说要开拓教会，所以找我过去。那我觉得他真是开玩笑，完全没有任何的服事背景。但是我觉得我欠他一个人情哈，因为他离开，我觉得我要负很大的责任，没有做好哈那个责任哈所以我就说好这样哈。然后在开拓2年的时间里面，我经历到圣灵的带领，所以我就有一些印证哈，得到这印证之后，我就决定要就是回应上帝对我的呼召，去念神学院这样。然后去念神学院的时候，因为我在树林教会服侍2年的时间，因为我完全没有这个服侍的背景，所以牧师要求我要去念选修课程这样所以其实我跟东旭牧师他其实是我的学长，3年级我念1年级然后我们混班上课，然后会修同样的课这样。我知道他长得很高，然后我们以前在性别公益部的时候，我们是部员我是部长，他是部员其实我们有很深的交情这样子。然后因为我去念了2年的，去选修了两年的课，然后才去念神学院的所以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我觉得这个上帝的安排真是奇妙。我就突然想，那我已经修了20几个学分了
那3年的时间我或许可以再修一些课这样哦。那因为我以前是我离开西子教会的时候，我去应征了一个工作，很有趣的工作，就是圣歌队指挥，去士东教会。然后1年之后，因为我要去树林教会服侍，我就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说：你们当初找我去的时候，我去应征的时候，你们找我去的时候，难道没有规定要音乐系毕业的吗？他们说这是 common sense 啊，干嘛规定？但是我就不是。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哈。上帝用我，然后在士东带了1年的诗班这样。那我又遇到一个瓶颈，我遇到的瓶颈就是我没有办法让我的诗班员唱出我要的声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这样哦。所以我去念道硕的时候，我就去修了指挥课。后来我发现太有趣了，所以我想说好吧，那我就来修音硕好了。所以呢，就是按部就班的音硕的面试，然后考试，那个考钢琴，考指挥，然后考声乐还好。然后钢琴呢，我钢琴很弱，然后指挥呢很有趣。考前一刻，我才问学姐说，那个延长的拍子我要怎么指？我要怎么指那个延长的拍子？她跟我讲说，你就停掉就可以了，你就停住就可以了。我就原来是这样哦，然后就考上了啦，就考上了。然后我要毕业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我要毕业。他们想说你道硕3年，音硕至少还再多1年。但是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毕业了，然后呢才跟我说要资格考要毕业考就很慌张这样子。因为我说我要毕业了，我就是要毕业了，好就要考很多的试这样，我就觉得很有趣了哈。所以呢，这是我在台神的生活。我觉得在台神我学到的非常的多哈。那特别是我现在有回去带那个灵性小组，好，那我觉得在灵性小组是一个休息心灵休息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学校它不只是注重学业的要求，其实在灵性的养成方面，学校也很注重，所以我觉得我在那边受到很好的造就。好，那挺忙的啦哈。老实讲，那个课业的压力非常的重哈。你想想看，还要练琴，然后还要读那些老师规定的那个进度，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了哈。所以我就一直跟上帝说，上帝不好意思哈，那个进度没有读完哈，容许我毕业之后再努力的读这样。所以呢，我现在准备讲章的时候都读很多的东西哈，然后才能够写讲章这样哈。所以呢，今天代表学校来跟大家请安。那知道我们泸州教会对我们台神的支持是很大的支持。那也是要跟大家讲说，台神呢，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关心特别是经费方面，因为它90%都是靠奉献来的从去年还前年开始有那个募款餐会所以惨到这个地步，还要有募款餐会，还有那个画的义卖这样就是表示说，学生少，从学费的收入是不足够的然后顺便讲一下那个学生少的问题，我觉得是很严重的问题啊20年之后，就是其实不到20年了最近的10年就是会有牧师荒这样了所以请你们好好善待东旭牧师。好，这不是玩笑话以后的牧师会非常少，因为现在去读神学院的学生非常的少所以我也是呼吁大家能够愿意啦回应上帝给你的呼召去念神学院，我觉得是更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是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投资最大的投资这样好啊，那我要开始讲道了啦今天我用的题目是心智更新是心智更新这样那我要从一个故事开始，叫做扁鹊换心的故事。有听过扁鹊吗？听过华佗吗？还是华佗？他是中国的名医。扁鹊在华佗之前，他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名医。但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也不知道啦但是就当作真的吧他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有很有趣的事情就是鲁国的公义跟赵国的齐婴，
他们是好朋友，所以去找扁鹊看病。好，那个神医嘛，哈，不是名医而是神医，就很快把他们病治好了。可是这个神医很有趣哦，他就说，哎，你们外面的病哈是传染到了，很好治啊，好，可是我发现你们有心病，哎，我来帮你们解决一下好不好？他们说好，哎，他们的心病是什么？哎，公益的病根就是很会想，但是没有胆量。然后呢，齐英刚好相反，他是呢冲动型的，他不用思考，他就说做就做这样。那扁鹊给的处方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把他们2个人心脏交换，叫他们交换心脏。哎，他们觉得不错，哎，好，平衡我们的这个个性还不错，就答应动手术哈。然后就3天3夜哈，把他们的剖开，然后那个心脏换过来，这样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看了2部换心的电影了，这样知道吗？在 Netflix 已经有至少2部讲换心之后的那个人的性情的改变，然后，所以我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哎，好像不会那么样的唐突哈。啊，你们相信换心之后人的个性会改变吗？没有经历过，对不对？想一下哦，搞不好真的有哦。好，因为这种怪事常常会发生的。好哦，那反正手术成功了，他们就道谢回家了。那他们回家之后发生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公益回到齐英他家，然后齐英回到公益他家，因为他们的心交换之后，他们的新的心主导他们回去他们应该回去的家。这样，好，开门的妻子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公变了样？怎么变成别人了？啊，我就是你老公啊！啊，你就不是啊，我是啊，你不是啦。好，然后另外一家也发生争吵，所以两家就去告去官府。后来就是扁鹊出面解释才化解。哦，原来他们换了心了。你可能会比较有兴趣说，哎，他们之后夫妻该怎么相处？挺难的吧？好，但是我讲这个故事呢，这个问题太难解，我也不想讲。我是想让大家知道说，心很重要。好，你换了心之后，你的心改变了，你的思想、你的行为、你的做法也会跟着改变。我们看扁鹊，他在2500年前就借着换心手术去改变了人的性格。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其实也进行了换心手术。所以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非常熟的一段经文。那么现在中文修订本翻译的更清楚，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翻成什么？无论谁，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一旦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来临。所以在基督里就等于什么？有了基督的生命，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我们信主之后，就是把自己的心换成了基督的心。以至于保罗会这样宣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已经换成了基督的心志，他跟他同定十字架，同时也同活了。所以保罗说，活着的不再是我的我，是老我，是旧我，是被掌管的我。当被掌管的时候，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是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还有一切的恶毒。这在以弗所书4章31节记载的。这个就是肉体表现的我，就是旧我，就是老我。那新我是什么？就是在我里面活着。谁？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什么意思？是指已经靠着圣灵向罪死，向主活，让自己的生命由基督来掌管，然后我们就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所以我们想想，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对不对？我们当中还有慕道友或福音朋友的吗？没有。好，我们都是信主的人，对不对？我们呢，动过了换心手术，我们应该与主同死，也与主同活了。但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心怎么样？没有改变，以至于我们的外貌也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还是老我，还是旧我。所以这个情况很普遍，不是我们现在而已，
在以弗所教会也是一样。那时候保罗被关的时候呢，他就特别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提醒他们说：你们都已经成了基督徒了，是主内的肢体了。你们在基督里面应该有该过的生活，该负以及该负的责任。譬如说，你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你们要竭力保守合一的心，还要成全圣徒，要建立基督的身体等等。另外，保罗也提到说，在新人里面应该要有新人的生活表现，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而且怎样穿上新人。我刚刚讲的就是以弗所书4章的内容，我帮大家整理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只有选了3节来读，但是这是前面的内容也很重要。好，那么最重要的东西再来了，就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关键是什么？保罗说了，就是要心智更新，将心智改换一新。好，这是保罗说的，也是我今天的讲题。心智更新之后，旧我就会变成新我，旧造就会变成新造。旧造听得懂吗？有新造的人，所以还没有变成新造就是旧造。好，我们就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可以接受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讲法吗？可以啦，可以啦，好啊。所以啊，我要讲的是换心，真的是最关键，也是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换心。好，那个换心很重要啊，那个我们之前我们教会跟着新眼光读经进度在读，然后那个我们之前读的是以西结。我觉得那个上帝称以西结说你是必朽的人呐，必朽的人呐，注意听，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在上帝眼中我们也是必朽的人这样，然后但是呢他叫他跟那个以色列百姓讲啊，说上帝要给他们一些盼望。上帝要给他们什么盼望呢？就是说我要洁净你们啊！我们的 PPT 同工非常的赞，我上一堂我自己空的乱七八糟，谢谢。好，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们想想，我们的心是石头做的还是肉做的？当然是肉做的。那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还是硬的？这样的那石心就是很硬很难改变了。那肉心是软的，怎么样？还有很高的可塑性。去年的圣诞爱餐，你们有爱餐嘛？对不对？刚刚有报告啊，一人一菜，对不对？好，我们今年我们的教会呢，从今年开始转换成小组聚会的模式，我们就不再有团契了。我们从今年开始一直 run 到现在11月了，大家都很享受在小组的生活里面。然后目前有9个小组，有9个小组在 run 这样然后我每天要做，每个礼拜我是中央工厂，我要出菜单他们根据那个菜单来写。然后呢，我们用4W 来进行那个小组聚会。然后第一个就是要破冰，第二个就是要敬拜，就是一个破冰第二个是4个 W 了4个 W 这样那对我来讲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你们知道吗？不是爱餐，就是那个小组聚会。第一个破冰呢，我要去想那个破冰的游戏，这样真是考倒我了这样但是感谢主都还很能够很顺利能够产出1个礼拜就想一个游戏这样的实在是折磨我这个老人家这样。但是我觉得也很享受了这是一个挑战我已经写了11个月了所以很多的破冰游戏然后也有经验了破冰游戏呢不能太复杂，能够很快上手，然后赶快结束。因为10分钟破冰之后10分钟的敬拜，敬拜之后就20分钟的话语，20分钟的见证跟祷告，跟生活分享跟祷告，然后1个小时就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半个小时呢就是交易非常重要，就准备一些茶点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的运作。好，还记得刚刚的关键字吗？我有开过火锅店，对不对？对，所以我很爱煮菜给大家吃。
所以呢，去年的爱餐呢，我们订世运的餐盒，所以我决定煮萝卜汤。师母说最简单吃，煮萝卜汤，还有我还煮了珍珠奶茶，好想要让大家邪恶一下这样，但我觉得无妨。我不能吃珍珠奶茶，因为那个珍珠跟奶茶都是不好的东西啦哈，知道吗？都是垃圾食物这样啦哈。我平常都不吃的哈，可是呢偶尔邪恶一下没关系。好，我就决定煮珍珠奶茶，然后煮完之后，隔天就是圣诞赞美礼拜，好，然后我讲到，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次煮珍珠奶茶就上手。我第一次煮那么多人份的哦，煮到一大锅，你看那一大锅奶茶一锅，然后那个一大锅是这样大锅的，那个很可怕，就5斤呐，我煮了5斤，就一整包就煮掉了。我发现那个买的那个珍珠做的不好，煮出来的东西也不好吃，这样要买好一点的珍珠。珍珠很难煮，折腾我很久。你要用焖的焖熟之后，又不能焖太软，你要用冰镇的，就是泡冷水，让它有 Q 度产生。然后煮完之后，我觉得很好吃，我很满意这样吼。然后呢，就跟大家讲很好吃。然后结果呢，结束完了就吃爱餐，然后我就忙东忙西的。后来坐下来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萝卜汤已经空了，但是珍珠奶茶还剩下一半。我觉得发生什么事哈？大家是不敢吃邪恶食物，还是魔鬼食物，还是怎样？我就自己吃了一下哈，我就咬起来吃，哇天哪，超难吃的！为什么？那个心已经变硬了，就是不再好吃了，就是咬下去是硬的。好，就是煮的刚刚好的时候冰镇了，可是过了一夜就是变硬了啦，就变硬了这样吼。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做菜的人都是丢掉很浪费。刚刚有个姐妹说，她以前在做珍珠的，她都是卖不完就丢掉这样啦哈，她是煮一点点的，可是这煮一大锅丢掉太可惜了。好，然后有姐妹就 Google 一下，你们知道怎么样可以让它回软吗？微波1分钟就可以，我就拿半碗去微波一下，然后再加奶茶之后，非常非常好喝，非常非常好吃。好，就是回温一下就 OK 了啦。原来是这样早知如此怎样，就准备一个微波炉放在那边给大家微波就好了，这样然后好啊。那这个经历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是如此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自己的生命，你怎么样看待你信主之后的生命，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信主之后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成了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属世的环境当中，我们恒常都会受影响，对不对？会被魔鬼试探，会被迷惑，我们的价值观会被扭曲，然后会被这个世界同化，我们的心就会怎么样？越来越硬，我们就离上帝越来越远。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需要微波炉来帮我们微波一下，好保持我们的中心是柔软的。但是你知道那个珍珠放在外面，你若不好好保温的话，还怎么样？会继续变硬，对不对？是啊，怎么办？就请继续进微波炉微波一下，让中心变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你们有听过成圣吗？感觉离我们很远，对不对？我们都觉得自己很污秽啊。可是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上帝是公义圣洁的。我们其实也被赋予了这样的形象。其实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形象，能够更圣洁，然后更荣耀。其实上帝是要把荣耀的生命给我们的，透过我们荣耀的生命来荣耀他，你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就是他心中的宝贝。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然后我只是要讲的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属世的世界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不是离世但我们活在入世的当中，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保持那个圣洁，能活出上帝的形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把这个事情叫做成圣，也不是我讲的啦，反正这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奔走天路，我们是天路客，我们当然是天路客就是要奔行天路，我们奔行天路是要朝向上帝那边。
好，我们是到了上帝那边。什么叫做到了上帝那边？就是我们变成了圣洁了，就是到上帝那边去了。这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好，那成圣的过程是很不容易的。好，因为我们总想基督徒就是维持高品质，我们也希望能够维持在高品质，我们都不犯错，都是很圣洁的。但是呢，在这样的期望当中，总是有一股邪恶的力量在拉扯我们，让我们绊倒我们。好，让我们的心就被污秽了，好，心就变硬了，让我们不能够成圣。好，让我们觉得自行惭愧。所以为什么我们来到我们进到礼拜堂，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好，那我们要确信上帝会赦免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来面见上帝。好，我们就不会看到上帝会被处死哈，就见到上帝会死，我们就不用这样，我们就可以来面见上帝，来服侍上帝，来亲近上帝这样哦。所以在这个成圣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有时候还是变硬，但是我要说的是，很感谢主，我们心变硬了还有救，微波一下就好。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很需要微波炉来帮助我们把那个实心变成肉心，让坚硬的心能够软化。好，所以我们心灵的微波炉是什么？就是圣灵。请你记起来，圣灵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先回到经文里面，保罗他为什么要跟他们讲你们要心智更新？因为他看见以弗所教会的人有3种硬的心，需要圣灵来软化。我们一一来看。第一种心就是虚妄的心，第二种心就是昏昧的心，第三种心就是丧尽良心。这是他讲的。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都信主了，你们不要再像过去一样照着外邦人的心思意念在生活，你们要怎么样？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换穿上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新人。所以我们来看看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是虚妄的。什么叫做虚妄？就是只追求属世的金钱、地位、名声，不知道说这些其实到头来都是空，是不能够永远长存的。那未信主的人，他们是昏昧的心，他们眼睛被蒙蔽了。眼睛被蒙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失去判断真理的能力。他们只看表面，不看里面；只看局部，不看全部；只看眼前，不看将来。好，这是昏昧的心。第三种就是丧尽良心，就是没有良心，就是麻木不仁，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好，你应该有的良善之心都看不到，然后你也没有任何的罪恶感，那个叫做没有感觉。好，你做不合上帝心意的事情也都无感。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保罗看到的以弗所教会的3种硬的心。所以他说，既然你们受洗归入了基督，就是穿基督了，你们就不要继续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来看披戴基督，就是穿基督，就是学基督的意思。什么叫学基督？就是在生活上面操练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其实就是在操练过成圣的生活，这样知道吗？当我们觉得自己污秽的时候，记得求神来赦免，也要确信上帝会赦免你。好，不要究责自己。好，但是你要觉察自己是不好的，就是犯罪的。好，不能昏昧哦。好，不能昏昧，也不能够丧尽良心。我们要觉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我们人都会生气，对不对？这是一个情绪啊。好，你要去解决它。你要怎么解决它？你要知道你自己在生气，你要去知道定义我现在的情绪是生气的状态，你才能够把自己的生气好好的解决掉。不然你就是胡乱去想办法解决，其实只是在生气而已，没有什么。就回到你的生气的情绪里面，好好的面对自己生气，为什么生气，然后把这个气消掉，你就恢复正常了。好，就恢复正常了这样。然后好啊，那披戴基督就是学基督，就是效法基督，就是成圣。好，那我们在这个改变，好，我刚讲了，改变要从哪里开始？要从心开始。好，我们要除掉3种硬心之后，才有可能怎么样
脱去行为上的旧人，然后穿上新人。好，那因为那个旧衣啦，哈，他的保罗形容太多了，很多的旧衣、旧造，哈，旧跟新这样，然后他希望我们能够更新的意思啦，哈，因为旧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我们实在是会被影响，哈。那你就是要把那个旧的衣服脱掉，这样，哈，然后要怎么样？就是要把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好，那怎么样改换一新？接下来我们要讲，我们要靠着圣灵，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有属灵的新模样。好，为什么我说要靠圣灵，而不说要靠自己？因为其实我们没有能力靠自己来更新我们的心智。你们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吗？其实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这样，法利赛人为什么想要靠行善，然后得救，或是行善然后得到上帝的称许？那耶稣为什么批评他们是假冒伪善？因为耶稣真知道人无法完全遵守律法到完全，遵守律法到完全是人做不到的，这样知道吗？就是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厉害，厉害到一个程度，觉得什么都可以做，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只能够依靠圣灵，让圣灵不断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感动我们，支配我们的生命。好，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圣灵来内住在我们的内心，成我们的慰助者，成我们的保惠师。好，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不断被提醒，然后不断的被更新。好，虽然说我们因为信主得了新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还是会被引诱，所以要不断的从旧人的思维改变成新人的思维，要不断的改变我们的想法，这样好，然后呢，圣灵能够来支配我们。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在原文改换一新这个字呢，是现代被动语态，现在式代表会不断的好转，就是跟成圣的过程一样啦，不断的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活在盼望当中啦，会越来越好，真的越来越好这个是现在式代表的意涵。我们的更新是越来越好的。然后呢，被动呢是不断愿意被更新。就是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是被圣灵帮助的。我们要了解自己没有能力，而是要依靠圣灵。既然我们都没有能力的话，我们能够做什么啦？你会想那就圣灵做事就好，那我们就不用做事啦，我们就摆烂就好了，对不对？现在不讲摆烂，现在讲什么？躺平嘛。现在讲躺平嘛。我想很多人，我不知道我们在座人是不是已经放弃了，然后就躺平了。不要啦，上帝是我们的盼望，千万不要躺平。好，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就是不断的愿意被更新，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被更新的心，然后不断的穿上新人，让圣灵随时随地来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当我们的心变硬的时候，赶快怎么样？送进微波炉去微波一下的意思，知道吗？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变软，只能靠微波炉把我们的心变软，不是吗？好，所以呢，我来做结论了，就是要再跟大家沟通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更新是要改变行为，我们就不断的努力修正、调整，希望能让自己好，还要更好。早上那一场，我就说我不要让自己失智我很担心失智的问题，我就努力的不让自己失智。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现在58岁，我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我跟上帝求，我希望我的岁数跟我的健康等长，知道吗？为了这个愿望，我要努力多久啊？我要努力非常久，我要很努力啦，我要很努力。我有在上健身房，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我穿黑衣服。上健身房每天挑战自己啊，那个我最难做的那个拉不上去的那个，每次都要挑战。好，我要
咬紧牙根，要努力的做，然后达成。这样每一次都是挣扎，我今天要不要减少重量，这样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负荷多一点点，这样哦就是要不断的做自我挑战跟那个改变，哦，这是在行为上面的，我昨天做了一件事很好笑，我在那个YouTube 里面看到一个东西叫做新陈代谢这个东西，好，然后新陈代谢东西很有趣啊，有吃的方面是改善，然后呢，他讲到一点啦，好，就是去健身房的，做划船机可以帮助自己的新陈代谢更好。我那个健身房有划船机，我从来不会用，从来没有用过这样，好，然后呢，可是这个就很吸引我啊，哈，可以提高新陈代谢，那我要哈，然后我就去做，第一次做我不会做，看了网络的教学我还是不会做啊，做上去我还是不会做哈，然后我想说是机器坏掉了，然后前几天呢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做，做得很好，我就想那我要来做做看，我昨天去做了，做得非常好，原来不难啦哈，我们就以为说就是学习新的东西，然后不断的修正，我这个月的业绩不好，那我可能要觉得哪些要做调整，然后让业绩可以变好。其实我们都落在这样的模式里面，我们会在行为上不断的修正，然后不断的去努力让自己好还要更好，这个是没有错的，行为的修正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改变。你转念了，你就会愿意去做。从我身上也是这样。从我身上，我这个人是读书人，我怎么会去运动？你们想，我这个人怎么跑去健身房？但是我现在去健身房很好笑，都是像我一样的老人家，知道吗？这是潮流，我们都想要抓住青春的尾巴，其实已经不青春了啦。我们就是希望健康这样。有太多的老人家是在健身房的啦。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就是改变，因为我要岁数跟我的寿命等长，健康跟寿命等长，所以我必须要去运动。我这个意念，所以我就会做出行为的改变。那个行为的改变是因为我转念了，所以改变心思是最重要的，是真正改变的源头。所以为什么一开始我要讲扁鹊换心？就是跟你讲说换心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心换掉之后，带他们回家的是他们的心，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不是吗？是啊，是心带领他们回去他们认为应该去的家。所以我要讲更新才能更新。第一个心是心，第二个心才是心，有看到吗？更新才能更新。所以期待我们用新的心来接纳我们自己新的转变，或是教会新的转变。我们确实要抛弃旧的思维，让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所以要以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发生在我们周遭的事情，然后也以新的眼光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各项服事。像我们刚敬拜团的服事，我觉得带敬拜的人都非常享受在当中。那我们敬拜团最近发生的变化是什么？我们的孩子加进来了，就是我们的主日学孩子加进来了。有大人有小孩，就是那个 vocal 的部分。那敬拜团就是有10几个人这样，到12个人。然后我们2个 keyboard， 我们有2台 keyboard， 就是场面很大。可是我们聚会人太少了。对，就很可惜。就是告诉我怎样要努力去宣教，不然人都进不来，这样知道吗？这是我要努力的啦。我要努力。其实我要停到华语，暂停华语，我的心是淌血的啦。对，觉得是很糟糕的事情啦。我觉得我们在宣教上面还是不够努力，这样。好，无论如何，还是不要失去盼望啦。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教会的各样的不同的变化，然后想办法可以去设法解决，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另外我要讲的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每一个新的一天里面，在每个新的阶段的开始，我们都要把肉体像石头那个硬心，让圣灵帮我们微波一下，帮助我们恢复成柔软的肉心。
啊，那样的那个珍珠才会是好吃的。好，我觉得那样的柔软的心才是讨上帝喜悦的。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谢谢你赏赐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将我们坚硬的石心变成柔软的肉心。当我们的心被改变之后，我们的行为才会改变，我们才有新的眼光去看见新的可能性。恳求上帝让我们用新的心来接纳教会新的转变，接纳我们自己新的转变，也让这个改变来转化我们自己，转化我们泸州教会，让我们教会能够越来越健康，也越来越兴旺。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我们来唱回应诗，敬拜耶稣，请同工出列。我们一起起立，唱回应诗，谢谢。耶稣，你是万民的救赎，释迦能力是我们的盼望，空分证明你已胜过死亡，永远掌权，永远得胜。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耶稣，耶稣，因你的名，病痛的医治。耶稣，耶稣，因你的名，锁链都断开。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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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膝跪拜，万口都承认。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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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呼喊，我们要耶稣。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向世界宣告，唯有你是主，列国都将荣耀归给你。敬拜耶稣，全地都扬声赞美耶稣，能力都归你，权柄都归你，唯有你配得所有的荣耀。请坐。这时候我们来奉献。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呢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神学的教育，还有训练，还有校舍的整建工程，还有图书馆的展望。
兄弟姐妹的关心、支持奉献，你可以用我们今天教会周报所夹的奉献袋来一起共同承担神学的教育史，来一起帮助神学院培育宣教人才。好，我们一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请坐。我们今天没有新朋友，哈，今天牧师就是我们的新朋友，对不对？对。谢谢牧师，来，牧师起立，接受我们大家的感谢哈。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使我们合而为，爱使我们相聚一起。谢谢牧师，你们喜欢牧师的讯息吗？好棒，对不对？牧师他刚才特别提醒我们，要我们常常记得支取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柔软回向神啊，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把我们的周报拿起来。今天有一个金句，太棒了！华语的部分，来，我们一起来读2遍。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是箴言4章23节，好，对不对？很棒哈！再来一次，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牧师说，我们要心智更新，成为新的人，哈，而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成圣，一定要向神支取力量，哈，让我们常常就是成为新造的人，来荣耀神，讨神的喜悦。谢谢牧师这么棒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来也报告我们后面的事工哈，就是我们翻开周报，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神学的奉献的主日，谢谢牧师哈。然后另外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东旭牧师，他在11月19号要从美国回到台湾，那直接就入住到牧师馆，然后12月1号就会开始正式就任。那但是牧师回来之后呢，其实他就会开始进教会。那其实目前牧师即使还没回到教会，我们在群组里面牧师也都关心教会的事工。那我们知道牧师他就是牧师娘她顺利完成学业之外呢，他们还会带着3个孩子3个幼儿一起回来。那从美国回来还带着3个幼儿，他们物品啊好等等这些行程，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带导的。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就是常常为他们祷告，求神保守祝福他们回程一切都顺利哈。而且呢，最重要的是在这当中，他们每个人都要平安健康的回到我们当中，对不对？对哈，这是我们很重要，很需要大家一起用祷告的力量来巩固他们，好，回到我们当中哈。那另外呢，再接着就是11月23号就是感恩礼拜哈，那天是联合礼拜，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早上9点哈。那我们除了预备感恩的心之外呢，那天也会就是联合聚餐哈。所以呢，邀请大家把家人带出来，或者是把你的好朋友把他一起带来哈。就是像牧师说的，我们要把好的讯息，就是带到我们
关心的人身上哈，让就是福音的事工哈，可以得到坚固，那也让我们的福音可以广传哈。那另外就是也欢迎大家就是礼拜3晚上来参加读经祷告会。那会计的报告，还有一些团契的一些消息，还有肢体的相通，我们就大家看周报这样就可以。不知道有没有谁要提出来我们代祷的，或者是特别要我们大家一起关心的？然后没有的话，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唱善会诗平安。好，那善会诗完之后，我们请牧师来为我们祝祷。好，来，我们一起起立唱最后的善会诗的诗歌。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愿大家平安，请坐。